文文係一個自閉症嘅人士，雖然已經30幾歲，但出街仍然要媽媽照顧。自閉症、中風、乳癌、淋巴腺癌、腦癌，全部都係一般人同自己屋企人唔想有嘅疾病，但文文一家人偏偏就全部都中晒。喺08年嘅時候，我突然間中風，1年之後我又患咗乳癌同埋淋巴腺癌，好返又到我先生患咗腦癌。文文啱啱出世，任太對自閉症一無所知。當年帶個女去睇醫生，甚至乎部分醫生都唔係好知咩叫自閉症。喺嗰陣資訊唔係咁發達嘅社會，帶文文出街難免會聽到好多閒言閒語。我女細個嗰陣時啲脾氣好曳，曾經試過坐喺馬路中間唔俾啲車過，又無端端走去摸人哋啲手摸人哋啲腳，所以佢成日俾人哋鬧話佢黐話佢傻。任太坦白咁講，第一次可能聽到都會有啲唔舒服，始終人唔係好中意俾人話，但慢慢就學識接受。我好明白佢啲人係唔了解，所以我好想同佢哋講，我女唔係黐唔係傻。雖然文文接近30歲，但仍然要媽媽同院舍職員照顧。細個嗰陣仲因為發脾氣而唔肯食飯，但任太強調有得必有失，冇咗文文嘅話，個屋企可能冇而家咁開心啦。曾經試過兩夫婦嗌交，我返咗外家住咗成個禮拜，但自從有咗文文之後，有咩事為咗個女都會忍一忍，兩夫婦盡量唔嗌交。除咗令到爸爸媽媽關係好咗之外，文文亦係任太患癌病同中風時候生存落嚟嘅動力。任太媽媽喺佢有病之前已經過咗身，喺婆婆喪禮裏面，文文出現咗啲行為問題，任太叫佢要乖，所以任太喺有病嘅時候最擔心嘅唔係自己嘅安危，而係怕文文以為自己唔乖，激死咗媽媽。我每一次祈禱嘅時候都同天父講，唔好咁快接我返上去天堂。同樣喺任太有癌病嘅時候，文文喺身邊支持任太，加上阿仔同埋先生，令佢打贏咗癌病一關。我化療嗰陣時真係好辛苦，文文見到我咁辛苦，佢會埋嚟摸下我個頭，又或者斟杯水俾我。喺嗰一刻，我真係感覺文文大個咗，成熟咗，所以我話我唔可以死，死咗我係對唔住屋企人。喺任太癌病好返之後，又輪到丈夫患腦癌，一家人又要經常出入醫院，又係文文同埋一家人嘅支持，陪伴住任生面對癌病。任太話：人始終都會離開，如果自己同埋先生離開咗之後，又怕個仔同埋佢嘅另一半唔接受文文，所以任太希望兩老離開咗之後，院舍可以繼續照顧文文。